多谢明兰，过来是台中的消息。台中北屯一间豆奶店发生了拍人的事件，原因是有两个敢若有啉酒醉的查甫人，去不满讲爱闪这个扫条码点餐呢，入去柜台摕这个计算机，入去灶骹摕一寡鸡丝。讲一个这个19岁的男店员，这个查甫店员呢，秘入灶骹，因个继续共拍，将这个查甫店员拍到呢，这个血，因个是呢头壳拢流血，佮添5针，佮较离经是，原警这个到现场要间阻止因议员无罢手，竟啊对这个原警大细声，来看原警安怎处理。穿黑色甲朴色衫的两个查甫人伫豆奶店的柜台点菜，查甫店员来甲因接待。双方各甲一半，穿朴色衫查甫人雄雄起脚动手，扫落个穿黑衫查甫人是气噗噗走入去柜台内底，甲查甫店员甲猫落。穿朴色衫查甫人嘛走入去斗拍店员，两个人佮举柜台计算机敲查甫店员的头，查甫店员是听甲咪入去后壁灶骹。想袂到这两个查甫人唔愿煞，慢速入去灶骹内继续拍这个查甫店员。附近的工作人员要将这两个查甫人摇开，拢摇袂开。其中一个佮塞车顶悬的灶骹用具，对查甫店员的头甲击落。挂电话人客拢惊甲唔敢赶紧。点餐的时候，后面还有客人在等，他就是点的比较久，然后想的比较久，然后我们的柜台先生就跟他讲说，可以麻烦如果要想的话，可以在旁边想一下，然后旁边有 QR code， 可以扫 QR code 点餐也可以，他就动手了。同仁跟他讲对不起了，他还是一直打。代志发生伫台中北屯区的一间豆奶店，19岁姓刘的查甫店员互拍甲流血流滴，去做笔录的时阵，头壳甲甜细胞添5针。店长讲，伊会互拍甲安尼，敢若是因为伊请迄两个查甫人用手机啊点菜。现在前面这台 BMW 是他们的车，我在怀疑他们来的时候也是酒驾了，然后进来的时候就两个醉醺醺的。王楠与潘楠因点餐太久，与店员刘楠发生口角纠纷。王楠与潘楠二人持锅盖及汤勺等器物攻击刘楠。警方表示讲，这两个查甫人刚走入去柜台内底，佮刚拍入去到灶骹。关键到现场嘛唔愿煞，佮对关键呛声，所以对两个人喷咸姜水，佮将这两个人对柜台拖出来到外场压制在地，以现行犯逮捕。啊，那红牌这个查甫店员，慢慢提告佮拍迄两个查甫人杀人未遂佮强悍，要替家己讨回公道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